來關心一陣火災的意外，這是發生在屏東里港的果菜市場半暝時啊的大火燒。這消防隊是來出動14台車，29個人去搶救。這火勢在透早5點半的時陣總算拍花，加在也無人傷亡。也毋過邊仔有5間店呢，攏是受到影響。詳細導火的原因猶閣需要調查。暗時10點外，大片的烏煙殘爆炸的聲音，讓人感覺驚嚇。原來是里港里中路的果菜市場發生火燒，因為店頭攏咧休困啊，第一時間無人拍火，火勢就隨大起來。消防人員接到通報，派14台消防車、29個人救火，大約1點鐘火勢控制，想袂到火燒對市場邊仔的店面傳去，消防人員趕緊把水線煞過。聯絡袂到店頭，消防就用機仔把門破開，對厝頂灌水，趕來的頭家嘛把鎢絲桶搬出來。火勢到透早5點半才控制，無人受傷。不過有3間店面較嚴重，厝頂燒甲剩鐵架啊，邊殼實在廚房攏燒甲烏燒燒，暫時無法度做生意。它的火從後面引發進來的，然後在我們的後面，然後燒那個火燒。然後就開始飆，高級的生魚片了。他昨天進來而已，然後後來在裡面沒有發現那個。因為我有在場嘛，我就看上去那個排風口風扇子上面，怎麼都火，我說快點燒起來了。他們在裡面，然後又燒起來了。5時30分，場火處理完畢。火警現場為果菜市場交易地點，現場無人居住，無人受傷。店頭表示，因為果菜交易場放紙板含袂少雜物仔，應該是對遐燒起來。店面含市場燒黏，才炭燒到頭前的店面。初步估算，市場大約燒180平的範圍。火調人員早起嘛到現場調查市場詳細的起火原因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